好来，乡亲啊，即摆黄酸雨的季节，温暖潮湿，小心唔通互霉污病来攻击咱的身体。譬如讲，这个气鼓啦、气喘等等呼吸道的系统，也佮有皮肤炎的患者，以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长辈，拢是伫咧落黄酸雨的这段时间，会特别感觉无爽快。医师来建议，这段时间一定都要特别保持环境的通风。出这个阳，出那个阳。 做酒的，但是互你酒的，毋是食的物件，是霉污鬼。只要我的手开始痒，我就知道梅雨季快来了。就抓到它，整个就是会破皮流血，拿去水这样降温起来，还是一样抓。拄着霉污鬼，就会起红疹，敢若气象台共款，准。对环境的适应的能力比正常人稍微弱一些，所以就是冷变热，热变冷，或者是干变湿，湿变干，他们的皮肤都会适应的会比较慢一些，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发作。互人感觉刺痒，还有关节炎，湿气变化，互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大人发苦。关节里面的渗透作用来做这种代谢物质的新陈代谢嘛。 那如果湿度很高的时候，它水分代谢会慢嘛，所以比较容易僵硬，动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痛。医师建议这段期间，上好是保持环境通风和身体打扫，有流汗紧拭落干，穿棉质透气的衫，莫互霉雨影响到你的心情和健康。